没问题，下面我客栈催眠话，汉语面那个，客栈催眠话，你摸到你东海中澳大光，我的外海里面，你东海呢？你东，东，运动，写个怪异，东海中澳大光，大光蚵店外海里面，外海里面，M本干店面，狗里面，M本干店面。干店面，狗林列huyện，狗林列huyện，有些皮，运动，啊，东海中澳大光蚵店，外海里面，M本。干店面，狗里面huyện，运动就是航海，它像河，它为什么组织这样？东海它为何？令东海中澳大叫沙光，我店外海里面坏狠的人，外海。M本干店面有给自己的人，狗就看，里面huyện，令东海中澳大光蚵店外海里面，M本干店面，狗里面huyện。要做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，啦啦啦。